Hello，大家好，有我西貢 Frankie。踏咗2026年，正如我所講嘅，成交量咧飛升啊。近嚟講咧喺西貢區嚟講咧，我哋見到一啲傳統嘅村屋嚟講咧，已經靜咗一段時間。短短1個月裏邊咧，已經有7宗嘅全棟村屋咧成交。不過價錢方面嚟講咧，都幾參差啊。正如我而家上到嚟呢一個喺位於西貢半山近住市中心嘅竹陽路。咁呢邊嚟講咧，都係好出名嘅一啲管理式嘅村屋啦。分別咧就喺我右手邊嘅景隆軒啦，後面嘅就叫松濤軒，左邊咧呢個叫月桃軒，就係比較著名嘅管理式嘅村屋啦。規劃嚟講咧都係非常之靚仔，我哋叫做環境咧都係你見到咧井井有條，啲路啊、自己嘅車位啊咁樣亦都有一啲。屋苑嚟講咧，都要附設咗屋苑嘅泳池添㗎，環境非常之優美。應該坐擁咧呢個西貢半山啦，所以佢個視野咧都好開揚添。咁而家喺西貢區嚟講咧，一啲嘅管理式嘅村屋嚟講咧，都非常咧受到咧買家嘅垂青㗎。尤其一啲嘅比較知名啲嘅喺西貢區嘅松濤軒啊、景隆軒啊、月桃軒啊、柳桃軒同埋柏桃軒。喺大網仔區嘅有呢一個象桃軒啦、萬宜山莊同埋祖和山莊嘅，咁呢啲咧都係一啲嘅管理式嘅村屋啦。而今次咧我要報道一啲嘅成交咧，就首先咧係位於咧就係呢個松濤軒，有2間咧個價錢造價咧都非常之唔錯嘅。一間咧就係雙號屋嘅2100尺嘅傳統村屋咧，造價係1750萬，比業主咧開價1800萬咧，只係微調咧50萬嘅啫。另一間咧仲係大花園添，就係一個雙號屋啦，2100尺，擁有嘅咧就係即係接近1500至2000尺嘅花園，而成交價嚟講咧都非常之唔錯，有2410萬咁多㗎。但係相對咧有2間嘅管理式村屋咧造價就偏低喎，一間咧就位於喺西貢嘅喺蠔涌上面嘅叫做柏桃軒，一間嘅雙號屋。2100尺啦，同樣都係造價就係1250萬嘅啫。另外一間咧位於喺大網仔嘅萬宜山莊，呢個管理式嘅村屋嚟講咧，個環境非常之唔錯啊，背山面海添。做咗一間咧頭排嘅雙號屋2100尺啦，以1269萬低價成交嘅。所以大家可以見到啦，短短呢1個月裏邊有4宗嘅管理式村屋成交啦，但係造價咧都幾偏差係嘛？由1200幾萬至2400幾萬打個開添。所以有時咧要去參觀多啲唔同嘅村屋，或者佢有啲唔同嘅賣點咧，呢啲嚟講咧需要一啲資深同埋可以信賴嘅代理咧去分析俾大家㗎。好啦，同樣我今次咧都介紹有幾間嘅村屋啦，俾大家有唔同嘅質素、唔同嘅地點環境嘅。譬如話頭先我所講嘅大網仔啲管理式嘅村屋嘅萬宜山莊啦，一間咧大單邊嘅雙號屋2100尺，而家業主叫價咧係1600萬嘅，有品味嘅裝修啦，亦都望到海景，大家可以睇睇相先。而第2間咧係位於亦都係大網仔區，一個單棟屋喺黃毛應村。呢條村比較特別啲嘅地方咧，佢咧就唔係望海，但係咧就望到一啲翠綠嘅山景啦。私隱度都好高，而今次介紹呢個單位嚟講咧，佢更加係一啲全新嘅樓啊，同埋係有4000尺嘅入契花園，自己可以做埋圍牆添。價錢嚟講咧，業主咧仲大劈500萬價，而家只係2000萬㗎咋，所以咧好筍我覺得不妨嚟睇睇啦。另一間咧就好特色嘅，就喺個西貢半山康湖居對面咧，呢個叫慶徑石嘅。呢間單號屋嚟講咧，業主亦都大劈價啦。佢有成5000尺嘅花園，有埋自己嘅私家泳池，望到咧開揚嘅美景。連呢一個康湖居嘅白沙灣海景咧都望晒㗎。而家叫價嚟講咧3300萬啦。雖然個價錢好似貴啲，但係大家真係要過嚟睇睇唔同嘅村屋、唔同嘅質素、唔同嘅環境，有自己一啲嘅心水可以去參觀下。點樣啊？梗係揾我西貢 Frankie 同埋我哋世紀21奇峰專業嘅團隊啦。當然除咗呢3間嘅筍盤介紹俾大家咧，就有其他位於唔同嘅清水灣、西貢，甚至係其他區別嘅村屋咧，我哋都涉獵㗎。
我哋嘅資深同事咧一定幫到大家揾到心頭所好㗎。而且我哋世紀21奇豐已經有35年歷史㗎啦，分別咧我哋喺粉嶺、馬山區、沙田區同埋呢個西貢區，咁啊擁有咧都有超過20間嘅分行，相信咧一定幫到大家揾到心頭所好㗎。好啦，咁啊多謝大家收睇，記得俾個 like 同 share 我頻道。好，拜拜。買樓怕縱火，揾奇豐至輕鬆。奇豐獨家4大保障全面升級，等你買得開心，住得安心。5天置業冷靜期，簽約後5天內可以無條件取消，全程免佣金，唔使怕心急做錯決定。4重凶宅過濾系統，透過4種唔同渠道交叉驗證，篩走所有凶宅可能性。100萬防假保障，謝絕虛假業主，如有發現，最高可賠償港幣100萬元。100%真盤承諾，確保所有樓盤都係100% 真盤，絕無虛假資訊。世紀21奇豐，讓置業變得幸福。